镜头转来国内，咱来看咱台湾囡仔真厉害。咱台湾囡仔拍赢韩国，摕到第11届亚洲小网锦标赛 U12的冠军。下晡的时，这西汉选手对日本转来台湾，因伫机场受到乡亲热烈欢迎。手提冠军的奖杯，台湾小将一出现入境大厅，亲戚朋友赶紧为因挂一个花圈来迎接。这摆冠军战对着南韩队队长周震全，讲出有打点的李瑞达。身高166公分的伊哥，面对关大的对手，加减会紧张，不过伊是用平常心来克服。因为韩国队每个身高都170、180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厉害。没有畏惧别人比你高的。对。用满满的信心来面对挑战，伫冠军战压制对手的投手黄立源，摕到胜投，并且得到上届有价值球员 MVP 大奖。伊也讲南韩选手确实是真有力量，不过开赛了后，队友一直得分，可以完全是安心了。队友先把分数打回来，这样就没有压力。我会比较轻松，专心面对打者。教练说什么就按照。那你觉得你都有达到吗？有。这摆真侪选手拢是头一摆参加国际比赛，加上伫日本比赛气温只有6、7度，总教练一直买这个暖包，也一直予选手伫个场边来使用。伊讲，为一开始就袂烦恼因拍球的技术，而是惊因伫现场会惊。比较烦恼的、比较担心的是，他们大多都是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国际赛，怕会缺场。那么一场一场打下来之后，一直不断的在旁边提醒他们，就是享受比赛。小选手伫机场为一人来庆祝胜利，伫亚洲小网锦标赛完成连霸，夺下队史第8冠军。团队感谢球迷真大支持，引来台湾伫世界棒球12强夺得冠军。总教练讲，全队就伫旅馆房间来看转播，下场精彩表现也带予大家真大的鼓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